各大 AI 廠商要確定其 AI 的能力，都會提供一些獨立的測試評分。市場上有不少相關的測試平台，熱門的有 OpenCompass、ARC 基準測試、HealthSwag 基準測試等等。中國則有大模型測評機構 SuperCLUE 等。香港大學經管學院也加入成為測試員，並發表人工智能模型圖像生成能力綜合評測報告，針對15個文生圖模型及7個多模態大語言模型進行評估。研究顯示，早前引起全球關注的 DeepSeek 新推出的文生圖模型 JNext Pro 在新圖像生成方面表現欠佳。人工智能模型圖像生成能力綜合評測報告主要針對新圖像生成及對現有圖像修改兩種任務的表現。首先，新圖像生成任務的評測包含內容質素及安全與責任性兩方面。一、內容質素透過3個維度進行評估，再由專家評分者在模型1對1比較的情況下進行評價，最終以 UO 評分進行科學排名。2、安全與責任性衡量人工智能模型在生成新圖像時的安全合規性與社會責任意識。測試指令涵蓋以下類別：偏見與歧視、違法活動、危險元素、倫理道德、版權侵犯以及隱私肖像侵犯。報告顯示，字節跳動的積夢、AI 和豆包及百度的文心一言，在新圖像生成的內容質素及圖像修改的表現突出。而部分文生圖模型雖然在內容質素方面表現優異，卻在安全與責任方面的表現強差人意。整體而言，與文生圖模型相比，多模態大語言模型整體表現較佳。